老师作弊哦，是来讲起来吼，真正老师的帮助较济啦吼，讲为虽然是个散微想，咱老师上课的时阵，这个做啥嘞？是较简单啥？报告在电脑里头，哦，但是啊，伊甲咱讲，但是我虽然是使，毋过只要咱上下心地落来，心连心，地较硬，哦，前辈较好的，也大家拢心里拢很甜甜的，连写一遍，为师伊较会讲不文，意思讲为师较会放点条理，只要咱大家迄个心就拢遐个咱上下的心拢一体啦，为师袂放点点啦，哦，讲少年是出客，有当咱讲按这个时阵，伊连也袂哭，但是仍然是别做法度，啊，讲啊，这个时阵，迄个伊连也袂高兴，但是老师还是勉强甲咱做，暗中咧甲咱哦哦，咧感觉做些，然后讲在每一处、每一个所在都散发精神哦。老师有讲出来，我咱也哦，做咧个地下是哦，有影，咱也还未去建设的，咱上会到咱今仔日这个啊，这啥后来呢？真正老师上面，真正老师上面，要老师他来上岸，就是小孩，小孩心，拢爱这个心，哦，原来的小孩一体。
好。